建粉嶺繞道東段係香港首次採用橋梁平衡軸心轉體施工方法啦，好處多，難處都多㗎。想像你係一位土木工程師，要喺密集嘅水管、電纜等嘅公共設施附近建造雙線雙程行車天橋。更大嘅難題就係橋梁要跨越繁忙嘅港鐵東鐵線路軌，橫跨鐵路嘅一段大約140米長嘅行車天橋，重7000幾噸，相當於470部雙層巴士嘅重量。你會點做呢？傳統建橋方法要喺鐵路上空長時間進行高空作業，對於鐵路營運以及夜間保養維修工作構成風險。工程團隊首次喺香港採用於行車天橋嘅橋梁轉體方法去解決呢一個問題。喺凌晨時分，鐵路非行車時段，一夜之間將橋身嘅預裝組件作水平旋轉，跨越鐵路路軌。兩段來回線行車橋嘅轉體操作分別喺2024年9月同埋11月順利完成。比起傳統建橋方案，可以節省1年工期，減少長時間高空作業帶嚟嘅風險，仲可以實現2100公噸嘅碳減排量。阿 Sam， 今次鑽橋嘅施工方式咧，算唔算係對於業界嚟講一個突破咧？其實咧，呢個鑽體橋咧喺國內咧做過幾百次嘅，咁咧，但係我哋香港呢一次咧，絕對係一個突破嚟嘅。首先啦，我哋要克服呢一個現場咧非常擠迫嘅環境啦，包括橋底下有東鐵線啦，又有大型嘅東江水管啦，同埋一啲高壓電纜嘅。而且咧，我哋個橋體嘅彎度咧喺國內咧係前所未有咁彎嘅。咁呢個彎度咧，令到我哋喺鑽體個過程入邊咧，會有一個好大嘅挑戰啦。咁我哋咧都完全克服到嘅。我哋嘅團隊啦，經過好大嘅努力，克服晒呢啲挑戰之後咧，將我哋嘅經驗咧做成一本叫做實務指引嘅，以供將來業界可以去參考。橋梁除咗可以達至聯繫社區嘅效果，仲可以成為社區地標。下一集咧，我哋會同大家介紹項目團隊係點樣應用細一鋼材去到建造呢一條外觀輕巧嘅圓環形行人天橋。